阳书看福起来嘅，我係唔依用台灣優秀嘅陶藝家，其實唔會少哦。不過今日同大家紹介一位陶藝家嗬，伊嘅作品呢同應該冇同樣有名嘅作品啊嗬。特別有名嘅呢，可能大型呢可以睇到8層樓咁高啊嗬。今日裏邊呢都係美濃窯嘅創辦人朱邦雄博士，博士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歡迎博士來到我哋嘅現場嗬，我哋好多有先打嘴鼓啊，都比講，博士其實係差唔多35年前都進來美濃，啊睇美濃以前咧，其實你讀書讀係咧，其實係先睇台北，而家下睇台北係做樣咩頭路？我睇台北最主要係做工業設計，我哋泰騰公司台灣最大嘅天氣公司啊，我做工業設計，一個工業設計佢重要。因為我哋雖然講對學校對規定上有各種嘅設計，但係咧一個工業設計，而係咧對一個機械工科有直接嘅關係。比如講我哋機械設計、工業工廠，一類東西全部都係屬於工科嘅部分。所以我哋當時考慮嘅原因就係咧文科考慮啲嘅。所以等到我以泰騰公司嘅時間變成係有工業嘅基礎，所以一個工業嘅基礎對將來我要發展我嘅圖表事業變成單門創業嘅基礎。因為我將工學帶入一個藝術同藝術嘅結合，變成為我將來嘅後鋪開發一個單門態嘅路。家下工業設計都有接觸到圖一個事情啊？一個圖行咧睇嚟對規定以上嘅時間有拖嘅。然後因為我對泰騰公司嘅時間，我有一個機會就1970年嘅時間啦。我做替辦咗我哋嘅萬國博覽會啊，去日本嘅台北，我也有機會去到嗰邊參加我哋嘅世界盃，同世界有名嘅設計師來同台競技啊，一個機會都冇好嘅。所以因為我去到日本嘅時候，我完全喺一度該有名嘅設計家、藝術家共下做事，所以我哋變成我哋嘅見識變成一下嘅忽然間打不開開。尤其一個博覽會嘅時間，我哋幾乎緊全世界有名嘅一度做設計嘅人。唔可以跟人互相嘅有機會嚟跟人研習啊！因為對我嚟講咧，影響我一生人非常嘅大。咁我要上去多進來面咯，感覺我哋做幾好啊！也要變成嘅問題都講啊，我哋對面農成長嘅時間差唔多雖然講到初中，我哋初中畢業咪都要出去讀高中咧，但係我哋身為客家嘅子弟啊，我哋人退老輩心在故鄉啊，所以對我哋雖然講我哋慢慢嘅隨着我哋嘅年紀慢慢嘅狀態啊，做我哋一份心堅實故鄉嘅心永遠會強烈啊！所以我對台北，我當我學到一個設計嘅時間，尤其我有學到我哋工業設計嘅時間，對我嚟講。那是我嘅能力變得挺強，我嘅設計嘅能力挺強，我都因為我有能力將我嘅故鄉變成一個藝術文化嘅個特殊嘅一個故鄉，所以我都講我要歸依到下，我要歸依家鄉，因為過去我哋美濃啊，我哋美濃本大家做第一，我哋有板條，我哋有長南山。我哋有自雜嘅，一個三方面同對面嚟講係呢3個波，仲係一個3個波嚟講咧，而係咧屬於成法嘅工藝，一個嘅藝術啊，有愛泰團嘅基理，也係咧屬於成法嘅工藝啊，生活嘅工藝啊，一個我認為講啊，我哋應該要對藝術方面咧，我哋再加強，所以咧我要歸去，我要為美濃一個故鄉創造前所未有嘅愛偉大嘅我哋嘅藝術，所以也都係我歸去美濃嘅理由。
而鬼面弄嘅路上，剛好會用圖也可以做主題係咪？係啦，因為藝術幾多種，係啊，對大家一般嘅人嚟講咧，啲咧藝術啊，做畫畫，人哋畫水彩啦，又係人哋畫油畫啦，又嘅木梳頭我哋雕刻、石頭雕刻，一般人對藝術嘅認知啊，都會差啲咧嘅。對陶器嚟講咧，都比較講唔了嘅，講唔了嘅陶器。因為講到陶器咧，而冇咁簡單咧，真實嘅陶器咧，絕對唔係講啊，唔睇到下拿個奶搬膠啊嚟做陶藝，又個做陶藝，唔係咁樣咧。真實嘅做陶藝係呢個該沉用嘅學問，一個陶瓷化工啊。係咧，對我哋一般想去做陶瓷嘅時間，一定要進入一個領域。係唔好進入一個陶瓷化工嘅地方，你都變成行無路啊。因為陶瓷嚟講咧，有個釉藥，一講釉藥，一講批泥、配土、配釉。有兩個領域對陶瓷嚟講都係呢大門層嘅學問咧，所以你至少要通一個陶瓷化工，能可以做啊。另外一方面，因為我嚟對國內藝術嘅時間，我都專門透過做設計、產品嘅設計、陶瓷嘅設計、各種金工、木工，我哋嘅設計我哋全部透過。所以我仲喺度工業設計、工業工廠、機械工廠同我哋工藝設計。全部跟人哋嘅陶瓷嘅那個化工咧融合不做一下，所以我都明到我可以做具體嘅東西，做模擬曉得做嘅東西。家下應該冇人係做圖表，彈都冇彈過啊，唔會按嚟面對嘅咯。所以我攰嘅時間，我攰去美容嘅時間，我同時做兩件事情。第一個我都發展。圖表公共藝術，嗰時間嗰個時代冇公共藝術，所以我當時都提倡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嘅目的係乜嘅東西呢？因為我哋一般人對藝術嚟講，一個藝術家而家完成一個作品以後，一定看個落下，非常有機會拿出去展覽嘅時間，他人能有機會看到也東西啊。所以要到一般人畫嘅圖畫嚟講，不管是油畫也好、水彩也好，要到一般嘅藝術嚟講，我哋可以本以嘅名稱叫做私人藝術，那是個人藝術，而唔係拿出攞嚟嘅。嗰個見面都明，我是否能夠做一種藝術，係你帶我條攞嚟，同最好都同建築。互相嘅嚟結合，都變成強迫唔一天都看你哦，係咪？見過都看得到，唔看唔是，不過你看你是然後看唔是然後，一天都看咯，係咪？所以我第一次我做對一個那個高雄縣政府嘅福建路也係那個婦幼中心啊，我做嘅作品做出嘅咧，做出嘅咧，有一擺啊都一個。經過3年以後啊，有一個人都去美容院訪問我，你看你做個東西啊，我當時看到嘅時間，我感覺到輕唔中意啊，我看唔是啦，我那個東西讓我算得係公共藝術啦，我根本看唔是啦，總係我看3年，每日出入入冇別嘅地方可以畫啦，我都願意強迫去看2次。我看你3年以後呢，我感覺到可以講呢，所以有一年咧都係為太太2個生日呢，一家人4人拿你相機咧翕一張照片，伊都來美容院請我，伊都問我3個問題，有個3個問題啊都可以創業喎，等於係那個碩士論文嘅主題啊，有，伊講啊，一個人愛看的是，愛看的是一個藝術，愛看3年能看的是。我該懷疑我是否有藝術嘅一個才情啊！我哋老萬人問過自家有藝術嘅才情，做嘅一個人都而受到一個共同藝術嘅感應以後，
伊反轉來問自家講啊，我看一個東西，我看3年啊看得實，咱感覺到伊個美樣嘅推帶來入邊，我看3年啊看得實。哎，我講唔該了不起呢，唔能夠講啊，我問自家幾多年，我哋嘅度過一生人呢，都還唔會問自家，我到底有沒有藝術的才氣？啊，有沒有這種感覺？哎，唔能夠反省，就係一個歸胎嘅作用啊。也都係我哋公共藝術存在嘅理由。總係我做公共藝術做對態度方嘅事嘅，勉強被唔看啊。無論係乜嘢，潛移默化。係，無論無論太細乜嘅行業，總可以看得到啊。可以看是。但是我確定提出嘅反應也都係作用嘅。寶師講到一個公共藝術旅遊，幾多故事好講哦，幾上癮哦，我哋聊一下聽，個繼續來請教寶師。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我哋今日咧裏邊係美濃遊嘅創辦人朱邦雄寶師，多寶師有講到哦，伊嘅一開始伊到進來美濃嘅，你想講我要來做公共藝術嗬，我本大家人都看得到，唔係死人咧，嗬，有才調，有一個經濟能力嘅人，嗬，有個知識嘅人能看得到，我一般大眾都看得到嘅，唔過我頭多一面都想講，唔可做公共藝術，唔可以想講萬人來買嚇。萬人愛出錢來做哈，因為唔愛唔行係愛落實啊，冇想過一個事情哦，我做一個東西，萬人會花錢，因為安太壓層流嘅東西呢，愛有人行來出錢，搶來做啊。一個我過來美濃遊嘅時間，有你哋啊，有一個老伯去美濃遊看我做嘅時間啦，伊都出落一句話哦。伊講啊，我係第個陶瓷啊，我買嘅大門優秀啊，我唔做嘅東西，按太揭按太叻，我哋個牙利牙成，我哋哦，我哋按處理硬貨東西，美濃人會買下，一句話佢從嘢都講啊，我做乜嘅，讓我做一個公共藝術，我所表現嘅乜嘅。一個跟我哋美濃客家人有關係，因為我行多嚟入邊，我一直講我係咧客家子弟，我客家人，我哋客家人過去睇咁樣講，我哋客家人客家精神做硬頸精神啊，我都用硬頸嚟做嚟做文章啊，我看不到我哋客家人啊，我哋自古以來，我哋嘅祖先傳來，我哋有一。能夠到世界各地方去做客家，我哋一直移民啊，我哋遷移啊，搬來搬去，搬到某少個地方去做人客，也都係我哋客家。所以我哋呢啲一個過長地位是非常嘅危險嘅事情嘅，有可能滅族啊，一個危險嘅事情。我哋客家人用嘅做得多呢？做因為我哋用嘅，我哋客家人有個特殊嘅精神，我哋嘅毅力鬼強，我們堅毅的個性，我們能夠吃苦耐勞，這是我們客家人的本性，所以我哋自古以來，我哋可以去各地方跟不同嘅民族來互相嘅融合，相同我哋客家人也係一個幾好嘅設計師。我哋對不同嘅環境，不管對海岸也係對山度裏，我哋可以對大自然融合。所以我點樣講啊？我喺過去美濃遊創一個特別嘅時間，我相同去發揚我哋客家嘅精神。
我唔做一般人做嘅，你一般人有做过嘅，我唔做啊。你手拉胚做小东西，这种小玩意我不做的。我要做的是前所未有。我的前所未有，包括乜嘅前所未有呢？從來唔做乜嘅呢？那啲呢，佢開設嘅機片啊，中國睇到個，而係呢自古以來全世界嘅陶瓷的王國呢。我見所講嘅，我面農業去做嗰個圖表，係呢前所未有，自然也包括那邊也不會做的，那個叫做前所未有。如果我今日做出來嘅圖表是哪裡有人做的，這不算我厲害，也不算我客家人今天的厲害，美濃客家子弟的厲害，我就是做前所未有的。因為家庭愛做誒，所以我都會做，所以我就，當然我在台北也修煉自己，我也到鶯歌那邊去做啊，我也做過一陣子啊，然後我儲備了能力以後，我就毅然決然的我就回美濃。那個時候人家笑我，美濃是陶瓷業鳥不生蛋的地方，因為我們的祖先跟陶瓷沒有任何的關係。然而我就回去做了，我都故意做喲，我做嘅係咧無人咁做嘅，大家聽都沒有聽過的陶壁公共藝術，連公共藝術大家都不懂，陶壁更不懂。有人就笑我，你做的陶壁，你想要陶到哪裡去，壁到哪裡去嘛？不是，我就創作前所未有的新現代的藝術。而這個藝術，一個圖表藝術，一定要結合人文、工學、化工多樣性嘅一種結合，一種東西讓它變成無窮態啊！我利用多元建制，我不但人文藝術各方面，我還包括了工學、化工、窯爐學。結論，我的作品就變成無窮大。我嗰種嘅啲哦，都博士唔做嘅東西冇人做過。係，咁一開始做嘅下有乜嘅困難係你一開始冇想到嘅？啊，弄會安難。第一個，沒有市場啊，大家沒有聽過嘛。係啊。我開了個美濃窯，我要只要門一打開，我就得顧那個柴米油鹽啊。我要發薪水啊！但是我做的東西啊，做的東西賣唔出去啊，因為冇人聽過嘛，根本都是啊。這個太危險了。哦，所以我哋美濃人都死硬講嘅呀，這都死硬講的嘛。明明知道這條路不可為，我竟然為之。有啲人客家人嘅硬講呢，硬心啊，係咪？哦，也是都講得啦，哈。做嘅時間咯，有乜嘅困難？當然有困難。第一個，我要開發市場，所以我嘅時間呢，一方面我最主要現在我都推國泰學去，跟嗰度國泰學高中，或者有高中嘅會議嘅時間，我整次去概念做說明。我一不斷嘅去開發，去推廣我自家嘛，推廣我美濃業。推廣每個人都圖表公共事業，圖表公共藝術呢，對我哋嘅環境，對我哋嘅台灣嘅藝術環境，對我哋嘅社會有乜嘅影響，有乜嘅前途，我哋做乜嘅事業入嘅圖表公共藝術，我用這個主題花幾長嘅時間，全台灣去推廣。嗰度高中他攏係講以後呢。他們感通啊，他們歡喜，能夠接受我嘅觀念嘛。所以慢慢嘅，我嘅那個一個藝術嘅市場，慢慢都打開來。更何況，我所表現嘅藝術，我唔係做寫實嘅藝術咯，我不做寫實的藝術，我做出來畫給你看，讓你1秒鐘、2秒鐘就看完的藝術，我不幹這種事啊。我做嘅藝術，你最好要看一成年啊！你得花幾長嘅時間嚟看。我做嘅你差唔多看唔成呢。而咩樣嘅呢？我用我嘅思想，用我嘅歷史，用我神法嘅經驗，用我人生嘅
評價嘅價值來創造嘅藝術。我做嗰套作品啊，比如講我為我哋嘅乜啊，我為我哋嘅台灣最大嘅體育大學體育大學，我可以做嘅我哋嘅30公尺嘅大嘅作品。我當時我做嘅一個作品，我嘅想法，我嘅思想嘅延續對嚟嘅。係咧，對我美濃中學嘅時間，在打排球嘅時間，嘅時間嚟嘅。我哋嘅美濃中學嘅時間同美濃中學時間，我哋辛苦啊，我哋冇乜嘅球隊好打，我哋參加打排球，係到咩？我哋一個按窮苦嘅學生嘅，我哋每下課以後，同學行一個田球裏，帶領個球嘅，個球嘅一接到上。大家都搶球了，15搶球打球嘅，係咪？我哋互相的擊球，我哋跟着球衝上去擊球，擊向我們人生的未知的將來，不是嗎？我哋嘅在初中的時間，看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何等的豪情壯志，所以我都講我哋韓式嘅這種。豪情壯志的這種思想，變成逃避藝術，坐在那個體育科大。所以我的逃避作品何等的有思想、有歷史、有人生的經驗、有人生奮鬥的價值。這個就是一個作品，因為逃避藝術它有一個特質。我做的逃避藝術有個特質。它的藝術性很高。你像唔講嘅，唔咩，像唔嘅靈感係初中學嘅時節打排球，唔過當然唔咩同打排球一樣嘅，仲多圖表好嘛嗬。你係一個 idea。我唔咩做我哋樣嘅辦法，我做係用我嘅思想，用我嘅靈感來做出，因為啲嘅藝術我表現嘅乜嘢點啊？讓你看不完的藝術，你才有價值放在外面做公共藝術。一個學生在那邊讀4年呢，他要看4年呢。我最好讓他第1年到第3年都還看不懂呢，第4年他要畢業了，未必看得懂呢。所以張金玉校長說的，那你再回來念研究所，還有機會看2年嘛，對不對？所以我的逃避藝術是讓你很耐看的。你要用心思來看的，你要用人文的尺度來看的，甚至於你要懂材料學，你才能夠看得懂的，怎麼耐看吧？這個就是什麼呢？這個就是逃避藝術所兼具的藝術性的，你還有材料性的，還有製造性的，所以沒有那麼簡單讓你看完的。這個就是美濃窯的逃避公共藝術的特質。朱博士能分享伊啲作品呢哦，我哋了一下聽過唐朱博士來分享伊幾多嘅圖表公共藝術個精彩嘅，了一下嗰度仲嚟節目現場。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我哋今日邀請到嘅來賓係美濃窯嘅創辦人朱邦雄博士。朱博士有分享到伊嘅一啲作品哦，其實我頭都有問哦，你再同觀眾朋友講一下，你作為一朵嘅圖表嘅公共藝術啦，喺台灣。我做一個圖表啊，一個35年來啊，我做嘅70-80個大作品。哇，安尼一年都做超過2個呢？係哦。因為每個作品啊，都拿是修一個博士論文用嘅。伊啲作品我做一舊啊，冇簡單咧。比如講啊，國雄但係嘅橋頭插秧嘅作品嚟講咧，當時國雄做插秧嘅時間咧，因為講啊，我將個藝術同時結合起來，所以伊都搶嚟做乜嘅呢？台灣土地嘅故事啊，做啥嘅呢？結果都咁嚟搶嚟做啊！
我實際上做一個圖表藝術，我做1年半嘅時間，1年半我做安泰嘅作品，4層樓安過呢，我哋安泰嘅作品我做1年半做係，仲有我當時花2年半呢，我推南台灣呢，做浊水溪以南，嘉南平原，我花2年半嘅時間，我呢，我做人文的文化的收集嘅。哦，呢度也做。有一個環境，一個那個嘉南平原的歷史環境、人文各方面的因素，我一做嗰度資料嘅熟悉嘛。那是你寫個博士論文樣嘅咩？係咪？實際上熟悉資料嘅時間呢，非常都容易寫完啦。係啊，一個時間過長嘅呢，所以我嘅作品呢，我哋實際上做嘅花嘅時間嚟熟悉。讓我將我哋土地、台灣土地嘅故事，用一個藝術嚟嘅表現出來，很難呢，係咪？你台灣嘅那個時間是開天闢地，從一個紀元轉換到另外一個紀元，來表現我們台灣土地的人文的變化。這個作品裡頭要敘述這個台灣的這個土地的故事，我就從1900年一直算到現在，這段時間很難的。所以你看，一個藝術，我要詮釋的歷史、文化、人文、科技，都要隱藏在裡頭，讓你來看。那才是這真的是很難的，所以公共藝術不容易，它不是做一個小作品。你看我今天做帶一個小作品來，不是這個樣子啊。小茶壺，誰都會做，大家都可以做，在家裡就可以做，拉拉胚就可以燒了。公共藝術不難的。你而家能咩啊？你做過輕難的作品係哪嘢？輕來做好都不算難的。哦，做出來都唔算難的。哎呦，做係以前。哪是會難呀？大風路難做係做好嘅，對於我嚟講都不難。我係冇做唔到嘅。哦，我有自信，唔本單一開始都係有自信。因為黑眼人嘅本色啊，我係咧要做唔到嘅，我一天做得到，我一天我做到。到嗰度我哋心想事成。頭都講嘅橋頭嘅很多天工開物嘅嘛，嗬，佢係做清舊嘅嚇。花嘅時間多，因為色粉胎啊，4層樓高，我記得你青苔有8層樓高嘅呢，係咪？佢係咧淡江大學，他們講太好嘅，而家嗰簡單，嗰樸，一個橋頭站嘅係咧大雕塑，我光是做它的形啊，雕塑有個形體啊。不講逃避哦，只是雕塑它的形體，我就用了86公噸的土，86公噸嘅奶來雕塑這個作品，雕的像那個50公分那麼厚，那真是完命的。因為這裡頭牽涉的工學太多了，你怎麼來分割，怎麼來製模，還有你要問我怎麼燒，所以那個美國的專欄作家他來訪問我的時候，你這樣大的作品，你怎麼樣裝在這個牆壁上？難道你燒結的過程裡頭，你不曾有任何的不良燒壞的嗎？你又如何掌控這個零缺點的藝術呢？你怎麼做得到？對，我做到了，這個就是美濃窯的逃避公共藝術。你嘅其實係一塊一塊，要大雕塑，然後這麼大嘛，你要把它切開來啊，那個變化多端，而且要怎麼切，每一塊都很難呢。那底部還要做很多，它還有很多機械工程、模具工程。其他的，因為手一定會分批啊，冇可能叫它。係啊，所以會燒壞嘛，一定會燒壞啊，30%會燒壞啊，就會我有1多錢油吃嘅經驗嘛，所以我係咧小有嘅老師傅呢，我唔當家係呢個藝術家，
我係呢個最好嘅設計家，我更是係呢一個陶瓷化工嘅窯爐學的專家，所以我能夠做得好，因為我有幾千窯次，我一生中啊燒窯爐的有幾千窯次的這種經驗，所以這個就是一輩子累積下來的，所以你看我從年輕一直到現在做陶瓷，白了少年頭，一直到現在76歲，我也無休可退，這樣我還是一直做。假使我還能夠做得出來，我就可以繼續做。阿美濃有35年嘞，更加沒有冇咁樣嘅，也35年了，有乜嘅變化啦？美濃有啊？哦，美濃有嘅變化，當然，跟我過去我後生嘅時間，我這個本身在做，但慢慢的變成我年紀大嘅。我嘅聲音咧要接上來嘅，要接上來，又係要新嘅一代，新嘅一代有新嘅一代嘅想法，因為畢竟世代在更替嘛，一個時代也冇相同嘅，後生嘅人有後生嘅想法，但是無論如何，我是覺得都歸珍貴啊，我也歸尊重有啲後生人嘅想法，所以啲後生嘅人在高雄我做某個事情，我哋將美濃窯嘅我哋嘅整個的美濃窯的特殊的這種一個陶瓷方面嘅專業嘛，能夠延伸到城市裏頭來。這也是高雄沒有一啲分布，係咪？對啊，對，本來就對美濃咪，慢慢的這個功能性就延伸到都市裏頭來了。都因為後生嘅帶動一個觀念嘛。而家唔可以冷漠新年要向來接喎，哦，係哦，我實在也會甘心哈，因為那個事業係那個最辛苦嘅事業。新年沒有設計來做哈，做圖。誒，家係咯，係。哦，係哦。你喺韓式都能看到它呀。哦，所以不只是人這個能夠設計，能夠做，尤其最難嘅陶瓷化工釉藥方面，千萬。哦，那個真嘢千萬。哦，係哦，係圖書而能錄像也方面來學嘅。哦，而係呢，圖書也係做景觀設計嘛。哦，景觀設計嘛。不過因為一個陶瓷一個技術係呢耳濡目染嘛，含色多態嘛。哦，亦都一次有接觸嘛。嗰種而家美濃窯咩係多元化經營啊？你好。哦，係啊，係啊，係。對於民眾來講，伊能來呀，都唔單止看得到也按到嘅作品，可能咩係變一隻經典沒有？係有，我哋可以提供更多那個客製化嘅那個機器嗬，我哋可以開我哋嘅更多嘅人客，而能夠提出要求嘅時間，我哋都能夠配合。因為我哋一方面嘅專業很紮實，美濃窯嘅整個的窯爐的設備，整個產業的設備非常的紮實。更加保持唔限睇做大型嘅作品嚇。係，我最近對美濃國小正經改造整個的校舍重新改造，我跟正經為美濃國小做一個公共藝術，將來這個公共藝術會立起來，面對美濃的大街。讓我們美濃的居民每天都對着它，看着它。咁對你嘅意義咩？非常就是很特殊。咁唔加用嚟想，我為美濃國小做用嚟嘅作品。當然啦，我為美濃做時間，我盡量能夠呈現的是好山好水，好人文好山好水，好人文嘛。這樣我們美濃。我們是博士最多的鄉鎮，我們是校長最多的鄉鎮，表示我們的人文昌盛。所以好山好水好人文。不過我嗰想一啲講，博士做安泰人嘅作品，幾鬼法體力的呢？76歲還可以做一樣。哦，係啊，我明年還可以做呢。哦，係啊，我七做八做打造康起來都愛運動啊。美濃行喺走上練體力呢。冇要用鼓一下嘛，鼓下來，鼓個叫呢。唔想去退休咯，唔可以想去撩哦。有個做藝術嘅東西啊，唔係講啊，能夠成為一個藝術家，
可能老天爺對我特別嘅眷顧，唔咧想去做都做嘅呢。所以我感覺到我也生人啊，很有不如很能夠做成為嘅藝術家。打算做到一多歲啊？我做到那叫唔可以同人那講啊。哦，係啊。完全冇個倦怠感覺，完全冇。所以我希望將來90歲能來訪問我。哦，我感覺嗰種係有機會哦。有。哦，感覺唔係按輕呢，我係落按後生呢，佢有機會哦。你看我90歲在做幾好東西本看啊，我受幾獎嘅東西本看。哦，好，今日非常感謝朱博士來到我哋現場分享咁精彩嘅故事，感謝。感謝，也感謝各位觀眾嗬，希望大家有機會呢嚟面容有材料，非常感謝。多謝，未感謝鄉親朋友嘅收看，了解下聽嘅評論，欣賞來做運動。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教大家人嘅講法呢，係新創講法，今日呢，大家都聽到我哋來做，我哋首先從腳嚟打開來。一教呢係火箭去做兩隻手呢壓放起來，插喺腰嘅方，腰嘅方嘅時間對我哋呢團胸前到肚臍方，我哋呢手橋呢握眼前呢，頂對前面呢頂對後背，頂過後呢，我哋再對後背，頂對前面來。也呢唔會頂一道下落唔怕，唔嘅眼神爽快就好誒。再變下來，手再壓放起來，我哋呢手指呢愛合手來，變喺我哋呢下脊骨方。下脊骨方呢用我哋呢手棍呢，我哋呢手橋合手，合個手一些，握眼前呢，對前面握嘅到後背。握過後，我哋再對後背握嘅到前，轉嚟到前面來。然後呢，我哋雙手再變下來，再壓放起來，變喺肩頭上。我哋呢手棍呢，同我哋手節合手來，用我哋呢手節壓上橋，壓上去。眼前呢，握嘅個大一些對前面，今日我哋做好我哋呢手呢，再向後背，握個大強一些到前面來，再順下來。也總係呢，我哋呢雙手壓放起來，我哋手會坐得呢用嘅，把坐下去，雙手打開來去，我哋下最硬數，我哋呢卡拉下，完了我哋呢腰骨沉下去，我哋呢手呢較前頭停對我哋呢手指公，停到我哋呢腳趾公，腳嘅內側放起來。眼神大張嘅過後，我哋呢手再壓上去，我哋手呢再坐得呢用嘅坐下去，再向後背，雙手呢打個快一些，再腰頭拿打放起來，腰骨再沉下去。
今仔我哋咧數呢，數字撈對後背去，撈對後背眼神大放起來，放放嚟眼神大出嚟過後，數再壓放起來，也係我哋呢火箭驅逐嘅講法。今仔我哋同大家鄉親呢解釋一下我哋呢火箭驅逐係用嚟嘅。我哋火箭驅逐天的呢，我哋呢松樹拿放起來嘅時節都差別搖一行，搖一行嘅時節記得，我哋主要係按摩我哋呢心臟，所以對我哋呢鏡頭上發現前呢，唔一樣嚟畫都唔怕。啊，如果電嘅時節，我哋呢鏡頭一電變強鬆來。我哋嗰當然鏡頭浪唔冇嚇，電放起來過後，我哋呢再向後背再電多進來。電放來記得呢，我哋再撞一隻中馬嘅插嘅後，要固定我哋呢松樹，我哋呢鏡頭在撞嘅時節，那唔會我哋呢鏡頭因為走。變下來嘅時節呢，在拿放起來時記得，我哋樹卡放起來嘅時節，我哋呢樹枝愛合出來，在變嘅我哋呢下支骨好，變嘅我哋呢下支骨好呢，睇啊對我哋呢轉嘅幅度呢畫高睇，坐到啲鏡頭上呢，啲嘅搖嘅後呢，我哋呢樹棍轉嘅時節，嘅眼前呢畫嘅高少，所以。點解電嘅時節，我哋呢眼前呢可以畫嘅個重一些，個大一些哈。也前面電起嚟，我哋再對後背電進來。對後背在呢，人講有正面都有反面，所以正面同反面呢，我哋呢做一下，幫我哋呢眼神個舒服個爽快。第三，咱拿放起來呢，再強用我哋嘅樹枝合出來。當我哋呢鏡頭上嘅時節，我哋呢樹棍呢合出電上去嘅時節，我哋呢樹枝畫嘅眼前呢有一個睇。撞喺我哋前面電過後呢，我哋對後背，我哋呢樹棍呢記得合出來，嚇對後背，對前面電對後背，我哋呢樹枝呢眼前呢都會畫一個睇，啊我哋呢鏡頭嘅發通呢就會過搖。做係過後，我哋呢樹呢壓上去嘅時節，記得我哋樹壓上去嘅時節，我像吊彈弓咁樣，我哋呢樹會稍微坐下去一下，我哋呢腳呢18朝過，我哋呢腳趾唔怕，我哋呢眼神向後背，松樹稍微搭過快一些，幫我哋呢向前搭過去啊，所以合手嘅時節。合手嘅時節，我哋呢下最啱先樹放起來，下樹放起來過，我哋呢搖嘅，對四位向後背，我哋呢搖嘅前下去，樹卡前頭，我哋呢樹枝弓對到我哋呢腳趾弓，呢用眼神放放起來，對腳嘅內側。眼神放出來，我哋呢松樹呢再壓放起來，對耳弓當行撞上去，再打開來嘅時節，我哋觀眾朋友注意一下，都講啊，我哋一打開來嘅時節，我搖嘅唔可以企喺鐵側，一天師傅
坐等来坐一下，因为唔去嘅铁车，我等我阿嚟上后背时间，我等你摇会凹到，所以我等你时间，我等你一想坐过等嚟强调，我等你稍微坐一下，坐过下啊，啊对我等你七条是八弯弯，啊我等一打时间呢，我等你胸前佢向后打过去啊，啊头拿呢我放起来。啊！我哋下去嘅時間，我記得用下去呢。我哋呢下嘴岩一數，先數下來。啊！我哋呢得師傅呢像坐凳嚟樣嘅，先坐下去向後背，師傅向後背，腰骨變鬆嚟，慢慢嚟沉下去。下去嘅時間，我哋呢數字講，對我哋呢腳趾講，到後背，了點呢到後背去，吼。啊！我哋對腳掌嘅時節放放起來，眼神放放起來，放下來眼神打出來，松樹打拿放起來，拿放來記得咯。有一個動作有深度嘅動作，深度動作，教先觀眾朋友一下講啊！我哋沉下去嘅時節。沉下去嘅時陣要注意，唔好用搖嘅，吼！我哋對手嘅吼坐下去，那沉下去，安尼沉下去吼。今日呢，請上前呢，同我哋共下來做一個連續動作。首先呢，同我哋呢雙手打開來。插喺腰嘅項，再過來呢，別雙手變下來過後呢，雙手再打開。然後佢來時間，數字合手來變嘅下一句項。我哋呢數變下來過後呢，再廿項以來，數字再合出來變喺我哋呢肩頭項。再過來，我哋雙手攤開來，師傅坐下去，啊下嘴岩數，腰骨師傅向後背，腰骨沉下來。數字呢，沿住我哋呢腳趾呢放起來，眼神打出來，雙手再拿上去。下嘴岩數，師傅坐下去，腰骨沉下來。數呢老公我哋呢腳掌，再臀數眼神打出來，數再壓上來。啊，同我哋呢數變下來。今日嘅動作，他緊要記放起來嘛？喺記放起來呢，要記得每日來同我哋線上運動一下，我哋嘅眼神同精神會變得更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
拜。